好多人睇完我講張子強嘅故事之後，都覺得過癮，紛紛留言叫我繼續講多啲90年代嘅江湖往事，多啲個刀光劍影、風聲鶴唳、槍林彈雨、人人自危嘅年代發生過嘅傳奇故事。今日我就應大家嘅要求，而講一個比張子強更冷血、更難對付、更加令人聞風喪膽、更加令人心寒、更加令人難以捉摸嘅隱形賊王，和佢嘅名字叫季炳雄。如果你唔想錯過呢類最真實嘅江湖黑幕同豪門智取故事，記得即刻訂閱我哋呢個頻道，開啟埋隔離個小鈴鐺，我會將我幾十年嚟親歷嘅傳奇往事、博弈智慧同生存哲學，陸陸續續毫無保留，一層一層由外到內咁話俾你知，等你可以見識到賭場入面真正發生過嘅驚心動魄同人情冷暖。我哋言歸正傳，喺正式開始之前，我想先問下各位老友記一個問題，和一個好簡單但好值得你認真思考、好值得你花少少時間回味嘅問題。你哋當年有冇喺新聞上面見過季炳雄喺街頭向警員開槍，甚至投擲手榴彈嘅新聞？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嘅電視畫面係點樣嘅？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嘅報紙頭版係點樣報導嘅？你覺得佢同張子強、葉繼歡相比，和邊一個先至係你心目中最可怕、最令人心寒、最令人不敢靠近、最令人寢食難安嘅賊王？佢哋三個嘅作案手法有咩唔同？你覺得邊一個最聰明？邊一個最瘋狂？邊一個最令人恐懼？邊一個最難對付？佢哋三個嘅結局有咩分別？邊一個死得最慘？邊一個最令人唏噓？邊一個最令人覺得係自作自受？喺評論區留言話我知你嘅睇法，客和，等大家一齊討論下呢三個傳奇悍匪嘅分別，等大家一齊回味下嗰個充滿傳奇色彩、充滿危險同誘惑嘅年代。好，和講完互動問題，我而家正式同你講述季炳雄嘅故事，一段令人不寒而慄嘅江湖往事，係一個由冷血賊王變成賭台輸家嘅傳奇。季炳雄呢個名字喺90年代嘅香港自己嘅，和對普通市民嚟講，可能唔及張子強咁響亮，可能唔及葉繼歡咁出名，可能只係一個喺偶爾喺新聞入面聽到嘅陌生名字，心理學和。但對於警方嘅高層同埋富豪圈子嚟講，對於所有同江湖有接觸嘅人嚟講，對於所有需要擔心自身安全嘅人嚟講，佢嘅名字代表嘅係一種更深層、更難以捉摸、更加令人寢食難安、更加令人覺得無處可逃嘅恐懼。張子強雖然膽大包天，雖然囂張跋扈，雖然目中無人，但佢嘅作案手法相對高調，從易同警方鬥智鬥勇，甚至會主動聯絡媒體，將自己嘅事蹟公諸於世，將自己打造成一個傳奇人物，將自己嘅故事變成一個電影劇本。但季炳雄完全唔同，行事低調、沉默寡言，唔從意出風頭，唔從意接受訪問，唔從意同任何人打交道，唔從意留下任何痕跡。和佢嘅存在就好似一條潛伏喺黑暗入面嘅毒蛇，你永遠唔知佢幾時會咬你一口，你永遠唔知佢幾時會出現。錢和你永遠唔知佢嘅目標係邊個，你永遠唔知佢嘅下一步會點樣行。
佢手持重型武器，包括 AK-47自動步槍同手榴彈，和呢啲武器嘅火力強到足以同警方嘅特種部隊抗衡。佢喺香港街頭同警方駁火，甚至涉嫌參與多宗針對富豪嘅地下綁架與勒索案。每一個案件都係精心策劃，每一個步驟都係冷靜計算，嘅細節都係一絲不苟，每一次行動都係快狠準。好多人在電視上看見佢搶劫珠寶行，在街頭同警察槍戰，拿到數千萬甚至過億港元嘅巨額黑金，和覺得佢係一個成功嘅大盜，覺得佢嘅人生充滿傳奇色彩，覺得佢嘅故事可以拍成電影，覺得佢嘅膽量令人佩服。知唔知這筆拿命搏回來嘅贖金與贓款，最終也是流進有我哋葡京酒店貴賓廳嘅資金黑洞，喺賭台上面化為烏有，變成咗賭場帳本上面嘅一筆盈利記錄，變成咗同其他千千萬萬個輸錢嘅賭客冇任何分別嘅一個數字，變成咗大數法則，下一個平凡嘅統計結果。今日我會用第一人稱，一個親身經歷過嗰個年代，見過無數江湖人物由盛轉衰，由風光無限變成窮途末路，由億萬富豪變成身無分文，由令人敬畏變成令人唏噓嘅過嚟人身份。彭顏淵這位最冷血賊王點樣在賭台上一步步散盡贖金，以及2003年聖誕前夕佢落網前最後一夜嘅驚人內幕。好，我哋言歸正傳。季炳雄作案嘅特點可以用3個字嚟概括，就係快、狠、準。3個字完美咁描述咗佢嘅犯罪風格同個人性格，亦都係佢能夠喺警方嘅嚴密追捕之下生存咁多年嘅原因。佢唔會好似其他賊王咁，從而同警方玩貓捉老鼠嘅遊戲，從而拖長個過程嚟享受嗰種刺激感，從而將自己嘅犯罪過程變成一個長篇連續劇。佢嘅風格係速戰速決，用最短嘅時間完成任務，用最強嘅火力壓制對手，用最精準嘅計劃確保安全撤退，用最冷靜嘅心態面對任何突發情況，用最迅速嘅行動避免任何意外。每次做完大案前大批珠寶名錶同勒索贓款後，佢第一時間想着嘅唔係如何享受，唔係如何揮霍，唔係如何慶祝，唔係如何向人炫耀，而是如何將呢啲見不得光嘅錢洗白，如何將呢啲帶有血跡、帶有危險、帶有追查風險、帶有警方關注嘅財富變成可以隨意使用，唔會引起懷疑，唔會暴露身份，唔會成為證據嘅現金字嘅澳門街。地下錢莊同疊碼仔網絡發達，形成咗一個完整而隱蔽、高效而安全、成熟而穩定嘅資金清洗系統。呢個系統專唔為呢種大額黑金而設，專唔為呢種見唔得光嘅財富提供出路，專唔為呢種江湖人物提供服務。季炳雄會利用多個虛假身份，有嘅係馬來西亞護照，有嘅係菲律賓護照，有嘅係泰國護照，有嘅係印尼護照，有嘅係加拿大護照。佢會用唔同嘅身份喺唔同嘅時間出現，令到追查變得極度困難，令到警方嘅調查陷入迷宮。佢會將黃金名錶在黑市截現，透過地下錢莊嘅網絡將呢啲實物資產變成現金，然後換成泥碼，
在葡京酒店嘅貴賓廳裏滾動，透過不斷嘅轉碼過程，將資金嘅來源變得模糊不清，將資金嘅路徑變得錯綜複雜，將資金嘅痕跡完全抹去。對於我們賭場嚟講，我哋雖然加強了安保，安裝咗更多嘅監控鏡頭，培訓咗更專業嘅保安人員，設立咗更嚴格嘅審查制度，建立咗更完善嘅通報機制，但疊碼仔為咗抽水利益，為咗賺取更多嘅佣金，亦維持同大客戶嘅關係，為咗吸引更多嘅資金流入，往往會在暗中為這類江湖人物提供便利，幫佢哋打通關節和幫佢哋掩人耳目，幫佢哋避開監控，幫佢哋順利運錢交易。但正如我之前所說，大數法則從不看人，從不識別身份，分辨善惡，從不問你嘅錢係點樣嚟嘅，從不問你嘅背景係點樣嘅。然後，不論你是身家百億、出入有保鏢、住喺山頂大宅、坐擁無數物業嘅正經商人，就係雙手沾滿鮮血，背負住多條人命，被警方列為頭號通緝犯，正在被全城追捕嘅冷血賊王。只要你坐落賭台，只要你開始落注，那1.25%嘅莊家優勢就會像一部精密嘅絞肉機一樣，無情地將你嘅不義之財榨乾，將你嘅財富一點一點咁吞噬，將你嘅身家一步一步咁蒸發，將你嘅命運一次一次咁改寫，將你嘅人生由天堂拉落地獄。張子強賭博時喜歡大呼小叫，從而將自己嘅情緒完全釋放。輸了錢要擲杯子，要拍台，要發脾氣，從迷和，要將所有嘅憤怒發洩喺周圍嘅人身上，要令到所有人都知道佢唔開心，要令到所有人都感受到佢嘅怒火。而季炳雄完全唔同，佢在賭台上則像一條冷血嘅毒蛇，沉默而致命，安靜而危險，冷酷而精準。佢喜歡一個人坐在貴賓廳嘅角落，唔說話，唔同人傾偈，唔同荷官交流，唔同任何人打招呼，唔同任何人建立關係，只是冷冷地盯着牌面，好似一個獵人喺觀察佢嘅獵物一樣，好似一個棋手喺思考下一步棋一樣切和，好似一個科學家喺進行緊一個重要嘅實驗一樣。佢以為憑借自己強大嘅心理質素同冷靜，自己喺槍林彈雨入面鍛鍊出嚟嘅意志力，憑借自己喺生死邊緣行走多年嘅經驗，自己喺無數次危機入面存活嘅紀錄，可以戰勝賭台，可以戰勝紀錄，可以戰勝莊家，可以戰勝概率，可以成為一個例外，也打破數學嘅規律。但這正是他最致命嘅自大，最危險嘅錯覺，最愚蠢嘅自信，最令人惋惜嘅誤判。百家樂這場博弈最殘酷嘅地方就在於，他唔會有感情，唔會有憐憫，唔會有恐懼，唔會因為你係一個冷血嘅殺手而讓你贏多啲20和，唔會因為你係一個危險嘅人物而對你手下留情，唔會因為你嘅背景而改變概率，唔會因為你嘅意志力而動搖數學規律，唔會因為你嘅過去而影響未來嘅結果。在連續輸了10幾鋪之後，謝偉平日里殺人不眨眼，喺街頭可以毫不喐兒向警察開槍，可以面不改色咁喺投擲手榴彈，可以冷血到令人心寒嘅賊王，雙眼也開始充血，呼吸變得急促，拳頭揸得死緊，
額頭上面滲出咗細細嘅汗珠，嘴唇開始發抖，手指開始震動，同埋血壓開始飆升。佢嘅冷靜面具開始崩裂，佢嘅理性防線開始瓦解，佢嘅意志力開始崩潰，佢嘅自信開始動搖，和佢嘅心理防線開始全面崩潰。在一次深夜嘅瘋狂對決中，貴賓廳入面嘅時鐘已經指到凌晨4點。嘅海風吹得窗戶嘎嘎作響，海浪拍打着岸邊發出轟轟嘅聲響，好似成個世界都喺度為佢嘅命運做背景音樂，好似成個天地都喺度見證佢嘅失敗。為咗翻本，為咗贏翻之前輸嘅所有錢，為咗證明自己嘅判斷係啱嘅，為咗證明自己唔會輸，為咗證明自己比其他人都強，睇一鋪就押上了價值近1000萬港元嘅泥馬，將所有嘅籌碼推上台面。心理學將所有嘅希望壓喺呢一鋪上面，將所有嘅賭注放喺呢一個決定入面。結果開牌嘅那刻，佢輸得一乾二淨，所有嘅籌碼瞬間變成賭場嘅資產，所有嘅希望瞬間化為烏有，所有嘅自信瞬間被粉碎，所有嘅驕傲瞬間被摧毀。那一刻喺像一隻泄了氣嘅皮球攤坐在椅子上，雙眼空洞，呼吸急促，成個人好似俾人抽走咗靈魂一樣。和好似一個由戰場翻嚟嘅士兵，突然之間失去咗所有戰鬥力，好似一個曾經叱咤風雲嘅人物，突然之間變得一無所有。賊王在冷冰冰嘅數學概率面前，一樣只是待宰嘅羔羊，一樣只係一個普通嘅輸家，只係一個被大數法則吞噬嘅數字，一樣只係一個被數學規律擊敗嘅凡人。你覺得在面對連續輸錢時，一個冷靜冷血嘅人和一個狂躁衝動嘅人，哪一個更容易在賭台上徹底崩潰一敗塗地？係冷靜嘅人，因為壓抑太久而一次性爆發，因為佢平時太壓抑，所以一旦爆發就冇辦法收拾，一發不可收拾。衝動嘅人，因為習慣咗發洩而更加容易失控，因為佢本身就冇控制能力，所以輸錢嘅時候只會更加瘋狂，更加唔顧後果。你覺得邊一種性格喺賭台上面更加危險？邊一種人輸得更慘？邊一種人更容易由天堂跌落地獄？心理學和邊一種人更容易由自信變成絕望？喺評論區同大家一齊聊聊你嘅見解，等大家一齊探討下呢個心理學嘅問題，和等大家一齊分析下人性喺壓力之下嘅反應，等大家一齊思考下點樣先可以避免重蹈覆轍。隨着大馬和香港警方加強嘅跨境打擊力度，兩地警方嘅合作更加緊密，情報共享更加順暢，聯合行動更加頻繁，和技術支援更加到位。季炳雄在澳門嘅活動空間越嚟越窄，越嚟越細，越嚟越有限。佢嘅虛假身份開始被識破，佢嘅行蹤開始被監視，佢嘅資金開始被追查，佢嘅活動開始受到限制，佢嘅自由開始被壓縮。我當時雖然開門做生意，和雖然以和為貴，雖然唔想惹麻煩，雖然希望同所有人都保持良好關係，但我也非常注重賭場安全，非常注重澳門街嘅秩序，非常注重我哋嘅聲譽，非常注重客人嘅安全。我向天眼房和保安主管下達了死命令，
和對於季炳雄這類攜帶重型武器、性格極端、危險性極高、隨時可能爆發、不受控制嘅人物，必須實行全天候監控，此掌握佢嘅每一個動向，必須確保佢唔會喺我哋嘅場入面惹事，必須確保佢唔會影響到其他客人嘅安全，必須確保佢唔會對澳門街嘅秩序構成威脅。我哋雖然唔會主動介入江湖恩怨，唔會主動挑釁任何一方，前結和唔會主動同任何人為敵，唔會主動參與任何鬥爭，但我哋絕對不忍恕任何人破壞澳門街嘅規律。學和絕對唔會容忍任何人在我哋嘅地盤上面搞事，絕對唔會容許任何人威脅到我哋嘅生意同客人，絕對唔會俾任何人挑戰我哋嘅底線。當我發現他在貴賓廳企圖賒數，甚至試圖威脅疊馬仔時，我立刻利用我和警方嘅聯絡機制，將他嘅行蹤透露給有兩地警方。在絕對嘅風控同秩序面前，即使是賊王已是我哋商業模型裏需要被排除嘅不穩定因素，係一個需要被清除嘅障礙，係一個需要被移除嘅危險，和係一個需要被隔離嘅威脅。當你發現身邊有極度危險、雙手沾滿鮮血、背負住多條人命、隨時可能爆發嘅人物，在活動時你會選擇為咗利益在暗中合作，同佢哋一齊賺錢，同佢哋同流合污，定係像我一樣果斷站在秩序和規則那一方，將危險徹底排除，將佢交俾法律制裁，將佢隔離喺正常社會之外？你會點樣選擇？你覺得邊一種選擇更加明智？邊選擇更加安全？邊一種選擇更加符合良心？邊一種選擇更加長久？歡迎入來評論區發表你嘅高見詞，等大家一齊討論下呢個道德同利益之間嘅抉擇，等大家一齊思考下喺危險人物面前應該點樣自處，大家一齊探討下秩序同利益之間嘅平衡。到了2003年年底，季炳雄在賭台上散盡了所有不義之財，手頭嘅資金幾近枯竭，由一個坐擁過億贓款嘅大盜變成一個身無分文嘅窮光蛋，和由一個令人聞風喪所殺嘅賊王變成一個走投無路嘅可憐蟲，由一個可以呼風喚雨嘅人物變成一個連生活都成問題嘅普通人。為了解決生計，也為咗策劃新嘅大案，為咗再次獲取巨額資金，為咗重返嗰種揮霍無度嘅生活，他悄悄返回了香港，返回咗佢最熟悉嘅地方，返回咗佢曾經囂張跋扈嘅戰場，返回咗佢曾經令警方頭痛嘅地盤。然而此時嘅他和已經被最親信嘅手下出賣，佢嘅行蹤已經被警方完全掌握，佢嘅活動已經被完全監視，佢嘅命運已經被注定，佢嘅結局已經被寫好。2003年12月24日，聖誕前夕，這夜是季炳雄人生中嘅最後一夜，係佢作為自由人嘅最後一個夜晚，係佢仲可以呼吸自由空氣嘅最後一刻，係佢仲可以感受到外面世界嘅最後時光。就係油麻地一個不起眼嘅老舊公寓裏，外面嘅街道上掛滿咗聖誕燈飾，充滿節日氣氛，充滿歡樂嘅歌聲，充滿人們嘅笑聲，節日嘅溫暖。佢正抱着槍沉睡，完全唔知道危險已經降臨，
完全唔知道末日將至，完全唔知道自由即將結束，甚或完全唔知道佢嘅人生即將迎來一個巨大嘅轉折。此時，香港飛虎隊數十名精鋭隊員已經悄悄包圍你整個街區，將所有出入口封鎖，將所有通道控制，將所有窗戶監視，形成一個密不透風、插翼難飛、滴水不漏嘅包圍圈。就係凌晨2點，一聲巨響，飛虎隊破門而入，在季炳雄話嚟不如拿槍嘅那一刻，將他當場按倒在床上，收繳了大量槍支和手榴彈。這位隱形賊王，這位令全港富豪聞風喪膽嘅冷血大盜，這位在街頭同警方槍戰嘅悍匪，人握喺托和，最終在窮途末路中迎嚟了法庭嘅審判與長達20幾年嘅監禁，由一個囂張嘅悍匪變成一個鐵槍入面嘅囚徒，和由一個傳奇人物變成一個反面教材，由一個令人敬畏嘅名字變成一個令人唏噓嘅回憶。回頭看香港昔日嘅三大賊王，張子強在廣東被處決結束咗佢短暫而瘋狂嘅一生，由悍匪變成一個歷史名詞，由一個活生生嘅人變成一個被記載嘅案例。葉繼歡在監獄中病逝，由一個令人恐懼嘅悍匪變成一個因病去世嘅囚犯，由一個囂張嘅人物變成一個安靜嘅亡魂。而季炳雄則在鐵槍後度過了人生最黃金嘅20幾年，則由一個令人生畏嘅賊王變成一個被人遺忘嘅囚犯，由一個充滿傳奇色彩嘅人物變成一個平淡無奇嘅數字。和含混用最極端、最殘忍嘅暴力手段，用槍同炸藥，用血同火，用恐懼同威脅，搶奪了無數人一輩子都賺唔到嘅財富，這是唔和。但最終這些不義之財，不在賭台上化為烏有，就是變成了唔生命嘅催命符，變成咗將佢哋推向深淵嘅力量，變成咗佢哋人生嘅終點，變成咗佢哋罪惡嘅證據。這再次證明了天理循環，邪不壓，正唔到就係贏，正道先至可以長久。真正嘅財富是建立在對秩序、法治同概率嘅敬畏之上，係建立喺勤勞同正直嘅基礎之上，建立喺腳踏實地嘅努力之上，係建立喺合法合規嘅經營之上。希望季炳雄這段驚心動魄嘅末路故事，能讓你明白走偏門得來嘅榮華富貴，終究只係一場空，只係一個會醒嘅夢，只係一陣會散嘅風，只係一個會消失嘅幻影，只係一個會破滅嘅泡沫。我們下期再聊。